恆域路運城機場顧運服務路線 FX2，恆域交通局編號906，由路運營辦，循環來往路運城及機場2號客運大樓，只於星期一至五日間服務。歷史：2026年1月24日，配合恆域國際機場擴建部分啟用 ，FX2 線投入服務。收費：全程收費。免費收費備註：此路線只限路運城、Fresh Air 及機場員工乘坐，上車時必須穿着公司制服或向車長出示員工證。用車：此路線使用路運旗下 Fresh Air 的地勤部門之巴士車序行走。此路線共獲派2輛斯堪尼亞 KJ10IB S16至 S19 旅遊巴作掛牌車，間中亦會出現 Enviro 200mmc A01至 A16 單層巴士。